喂 ，hello 啊，又係我 Gilbert 啊！啱啱英國咧實行咗 Renters' Right Act 喎，呢個稱為咧30年以嚟咧最大嘅變革，好多我哋嘅投資者、租客、買家、賣家頭都大埋。不過唔使驚，我歸納咗幾點，大家聽一聽就明白啦。其實冇想象中咁複雜嘅。正式取消 Section 21，咁即係話咧唔可以無緣無故或者用加租嘅理由趕走租客啦。租約啊已經改為循環制啊，即係唔係再以前1年約啊，1年生1年死啊，咁即係話租客咧理論上喺合理加租情況下可以不斷 roll 落去，業主亦都唔可以無緣無故趕你走。有無暇嘅朋友大喜訊啊，養寵物已經唔係可以業主拒絕俾你租嘅一個理由啦。英國最令人頭痕嘅發毛問題啊，如果情況嚴重，業主要即時限時處理。租金而家唔可以鬥必啊，講咗嘅廣告幾多就幾多，冇得鬥必高啊！亦都唔可以再歧視有福利或者有小朋友嘅租客啦。其實仲有幾條條例嘅，大家如果想明白多啲啊，揾我Gilbert問下啦。